爸爸家什么吃的都没有。爸，你看呢？我给你们买吃的去吧。哎，那连续剧好像快要开始哎。啊，那这是哪个台吧？这个。你看这个。第一个回家。哎，就看这个，看这个。这是经过充分准备的结果，是吗？哎，他太逗了。不错，我可从没想到过。哎，你真让人信服，他会完全被迷住了。谢谢。你认为他怎么样？可爱。好人。谢老爸，那我们就进去，不再是打扰你了。谢师傅。没想到。哎，这个好吃，这个。